破球，被报复，地不连空间地方为领土，破山为山河大开国土，公开时破百寸，天地下条，红布为下文，今日歌书3000字分。自尊自我大节用于直接自身，自我大人自因力量，技术人员日本以监督旧目标，技术工人不分负担，轮回不息，兼顾三者可度，有缘一道，就连珠一起顿开毛线，营造已经下面天然日本。应尽因素其实以如建功立业，以无建功就无修这种不业成功。首先可达到最好的成果，建设建设，应尽一般解决问题，首先成功。方言为关键为因素最好做，以及扩大建筑拥有的企业。原地不过全部建设之可难，如今以后下面还出专家专项，这里是经济不归，救济助人，当机解决，修改论纯正论，建功立业，以保障人民，建户修无修，业业是最高处，改善建户业业是关键。渴望最高处保障繁华，温州当日来前，未从高分，大主不业繁荣，交天天正前年，人家地方每日付出下面，人前日本，王孙专家专项日本，主天是如何来，人个经济建言书列下面。今年日本多年之为不行，本关系因素，因素本所之因，破除内外为中华民国大抗战最难为为文小。物价单位要他们物价单位。他们这样单位，无意证照用。还有位置啊？后头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二再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三再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四再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五再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六再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七再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八再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再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反复九起，手移弓鸟回。拜拜，拜拜，回去。今年大家勇敢面对水花，夜花景色，夜色景花。夜花，用地球这个语言上这个呢，这个再这个上这个这是大家。
事听福威。哦，这很重要。用听咱刘先生个人代志，咱今天咱主就不代志，咱对为青年的一生，功在自我精神，为了出了无所谓好客，有几多人纪律日行，规则大事。就是了古情相传的生活，成就了生命价值的意义。自尊自卑，是了道心同天福，一个性情阿强，为了人我不退让，天人相法，还有加进来了吗？用下了一贯的人的自由精神。这些人无连在业，为咱修点来书，无修在业性德，用听把空气对一笔入会且对应一时两时无修点的无修点来书，连前外经过通过影响。当日这个大军大军将兵下大胜之天安息在丰富的情怀，经历小年一心，灵归天在，英天在一北国，今日为主见得有贯的以和建筑。修仙人5年，以全体经验书道亲代表，做着满腔热烈的心情，在中原做事情，做最后的归属就业。我们感谢上天赐予上下应酬做法，一贯道正义人员。你在这个行情苦海中，假如在民国45年就到就开始学到修道、讲道、办道、练道、清草工作，期待修改，进行阅读、注意意向、公结活动。领受天命，采访报道，中原实践，依道而行，进修实验，改变生活，谢天行道一路走来，理想如日，功德无量，历见经历历，亲像自家大人身份。一心自豪，力清可的行为，和睦乡里，热心公益，乐善好施，力修持的典范，尊师重道，敬老尊严，行功立德，力抒怀的教主，持民勇的精神。敬畏道场牺牲奉献，受祖母甲道亲的肯定与赞叹，既有根基，有所得，有福缘，有福报，应在天温书节和有之下，安全自在，健康面貌安详。这就是你在一生中修道、办道、行道，做了最好的见证。你留下的精神，道法与言语，坚定了我们的信心，也一一证明了这个人只要有信念的来到，认真应该坚持。我用心就可以
交接交入给最后见解，因三去小二给方方角，树立行政实践，顶上天温实践，用因经历公管各万卷，依托同在。将其在思维第三条因行作用的基础边的所经相出，以说我先让环境后方结束理解建设性。价值的一贯的给入，所以高级啦，对不对？